要晚年咯，大家人家拢开始准备大摒扫，有袂少人会用鸡毛秤来称囤。中华保盐倒一个绑鸡毛秤的老师傅，陈中路已经70桶货。不过做鸡毛秤一家子的时间，拢用手工，每一步拢无凊彩。这几冬也开发新造型的鸡毛秤，伫传统的手路创新求变化。倒手伫棉仔线，正手念鸡毛。老师傅陈中路当咧做鸡毛秤。伊讲早前年仔节才有咧抬价，鸡毛大部分拢等印刷，当时日子歹过，所以伊的老爸就去捡鸡毛，转来做鸡毛秤卖钱。伊16岁开始缀咧学手艺，一做就是一架子。陈中路做的鸡毛秤，佮依照鸡毛分类，当底毛、色水拢真讲究。无你的毛，无加只平毛，佮再来就是阿妈滚毛，佮再来腹肚的毛，这规工四毛，但是分开较好看啦。一般咱咧做吼，分开做开较鸡毛秤较水啦安尼。过去因为鹿港木雕不拉店的出现，带动中华鸡毛秤的需求，加上鸡毛秤有起价意思，入厝价带嘛拢会买。所以当时陈中路的鸡毛秤伫地方通人知。虽讲即阵手工鸡毛秤稀微，但是做60吨的感情，嘛互陈中路唔甘放。这温情真大，咱迄阵无得趁，这互咱起价起啊，感情啊，种意义啊。啊！你讲无做，感觉真怪啦。利润歹啦，歹啊都忘减啦，嘿啦，有通做了，做惯是大家拢较属鸡毛捡来卖阮啦。陈中路表示，做鸡毛秤已经一世人咯，讲袂做感觉真拍算。这几冬伊嘛有开课教人绑鸡毛秤，以及开发无共造型的鸡毛秤，伫传统手路中求变化。陈中路用伊的手艺，互鸡毛秤毋但是摒扫的工具，嘛正做生活中的艺术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